之前佛山南海喜達酒店、王子假日酒店呢兩間酒店呢就涉黃，群眾多次係舉報，民警就出動執法嘅。咁啊，事情曝光之後，南海公安近日積極咗好多。前晚佢哋連夜出擊，1個鐘頭之內搗毀咗6個賣淫窩點，抓獲涉黃人員72名啊！關注啊！喺南海大瀝，20幾名警察分成3個小組，帶上聯防隊員，直撲轄內嘅娛樂場所。呢一間休閒中心嘅消防通道被鎖死，過道燈光昏暗，喺暗道入邊隱藏住好多房間。房間嘅衣櫃入邊擺放住多件幾乎完全透明嘅衣服。呢啲屬於呢啲怪異服裝咧，全部你檢查一遍。而喺黃岐加州廣場後邊嘅一條巷仔入邊，有幾名衣着暴露嘅女子正企喺街邊，一見到執法人員就急急腳想走，結果通通被截住。我哋一共出動咗警力係2239人次，檢查咗各類嘅娛樂服務場所548間，清查咗重點部位501處，一共抓獲咗涉黃嘅人員係72人。喺前晚嘅行動中，民警共抓獲24名失足婦女，佢哋通通被依法拘留。